兄弟，请问这里可是杨家村呐？是杨家村啊。那这里有一名叫杨天宗的少侠吗？我就是杨天宗。啊！原来您就是杨少侠。我是。杨少侠，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！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求你，求你赶快救一下我家老爷吧。你家老爷谁啊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哦，是这样。您看过这个，就全明白了。给我站住！那个披头散发、裹着破布、拿着破葫芦的偷我钱袋的小偷，看哪儿呢？说的就是你。小偷就是小偷啊！你要识相的话，把钱袋还给我。钱袋我的。跑还是不跑啊？不跑没机会了啊！跑啊，追得上！我呀！想追我？我的，我的，哼，跟我来。进来吧。就这儿了。呀，不是大哥，啊？这小地方吗？啊？哼。哎呦，坐吧，随便参观。呀，嘿，呀哈，这我还以为有东西吊着呢。愣着，喝酒啊？我说你不行吧？干了，干！哎，
我说你不会吧？老老实实坐下喝酒吧。好玩吧？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发现一个东西，比你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好玩。等等，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玩，唯独那柄剑不行。小气鬼！哼！那个，那酒我们不要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就一把破剑吗？你凭什么不让我玩？没把你打回你们丐帮就不错。破剑！你再说一遍。破剑！给我坐下！不许浪费粮食！慢点喝，给我留一口。啊！还打不打？我怕你啊！我估计你现在连走路都走不稳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哎，别装了。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这就是你碰我剑的下场。哎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这武功还真是比我强哈！我拜你为师吧。哎，起来！哎，我看你我二人年龄相仿，拜师就算了。哎，结拜可以？真的？真的。结拜！来！那个，我今年20有5。哎，对，你呢？我20有6。结，有3。那以后你叫大哥，我叫你封地，如何？行。封地，大哥，封地，大哥。喝完酒啊，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好啊，好啊，好玩就行。来，天纵，哎呀，你练剑可以，你不能每次专拼我们家这个墙啊！你瞅你们家那个墙，劈来
试试啊！大妈，我一时兴起，所以才把您家的墙给弄坏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劈墙了。一时兴起？哎，你一时兴起多少次了啊？当年你爹在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墙啊也是3天2头就塌一次。哎呦，好不容易你爹走掉了，还没几年呢，又轮到你长大劈墙了。练剑可以，别劈墙啊！那墙倒了要修，你每修一次墙，你得花多少时间呢？你得吃进多少粉尘呢？大妈，我肚子疼，我出宫啊！我回来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客官慢走啊，请过来。这位敢问就是峨眉的郭女侠吧？当今重臣严嵩，在朝中只手遮天不说，在江湖的势力也已经遍布天下。此人狼子野心，不得不防。是。请问师傅可有消息？稍等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回吧。伯伯对我峨眉的仗义相助，在此谢过了。快来帮我一下，帮个忙，别看着啊！我的脚！哎，我说你，让你帮个忙的，你这封信又不会。再说话，还会碎。你再说一遍。别让我再见到你啊！再见到你，我把你的信全砸了。死了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，跟上！快点！哎，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倭寇来了，快跑！大哥，有倭寇哎，好玩啊！
倭寇啊，我也正得此日。不行，张朱大人危在旦夕，我们必须赶到京城，不能耽误时间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呢，先进去杀他100名倭寇，也就几炷香的功夫。兄弟，咱们比谁快啊？好大的热闹啊！等等我！等等我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没事吧？快，带孩子离开！谢谢师傅，快点！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看看再说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先不要过来，先不要过来！你这和尚要干什么？我的人可都是你打倒的。贫僧请将军放了这些百姓。看你没杀我的手下，本将军放你一条生路。快快滚开！百姓不走，贫僧是不会离去的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准备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要杀你，我是救你，知道吗？杀！住手！哎，上香！上香！你们在这里看着我杀人了？是他们自己杀的，想看我杀人呢？我杀给你看！少侠，不能再追了，不可再上升了。大师，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，如果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我们更多的大明百姓，恕我冒犯。制止杀戮全靠教化，这样杀来杀去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杀了他们不敢再犯我大明朝，自然也就杀到头了。冰山说的对，这些倭寇你就得杀光他们，让他们再也不能过来杀人了。你看看这些百姓，
他们的亲人、父母以及孩子们都被这些倭寇给杀了。你问问他们，这些倭寇该杀不该杀？该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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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叔叔，李元俊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快受死！给我杀了他们！呀！田总，去杭州，这里交给我了。爹，快去。是，走。拦住他们！
师傅。师傅，杨叔见过师太，谢师太相助。你嘴上说谢，心里却在怪我多管闲事吧？杨叔不敢。你一个人虽然能杀了这几个孽畜，可既然我来了，总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吧？这彩头怎能让你先占了去？师太说的对，那这样，这些倭寇交给我，你的师傅和徒弟就劳烦师太了。哎，我正要见识见识这些个倭寇的飞刀大阵呢，这便宜怎么能让你占了？还是你去对付那师徒老怪吧。好，哎，去杭州要紧，走。随他们去吧。我来的时候，戚继光已经带着他的骑兵赶往杭州了，想必大军很快就会赶到。杨大侠，你随我来，我有话要同你谈。
全部杀光！你切切不可！师兄，快住手！我们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好谈谈？要么杀死我，要么跟我走，你选择吧。师兄，你在走一条死路，你不知道吗？若曦，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就离开法王，过咱们自己的生活，行吗？不可能！我告诉过你，你只是我的哥哥。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每天看你和杨天纵不清不楚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，朱铁桥，天纵哥，朱铁桥，你还是没有回头。回头？回头继续听你指挥吗？你为何要为虎作伥？你对得起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吗？够了！用不着用大侠的口吻来教训我，我听着就恶心。你身为忠烈之后，却助纣为虐。祝安大人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你觉得他会作何感想？你闭嘴！我这是利用他们报仇。倭寇才是你真正的仇人。不是，狗皇帝才是，还有你们这群保护他的人。你父亲也是为了皇帝才保江山的，难道他也是你的仇人吗？我父亲为了皇上忠心耿耿，结果还不是被处死？到死连个尸首都没有。谋杀皇上，愧为人子。你助纣为虐，引狼入室，你才是真正的愧为人子。只要能够报仇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好，朱铁桥，你到现在还死不悔改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天纵哥，千万别伤他。我自有分寸。好，杨天纵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仙子，不要再打了，一会儿我爹爹来了，你可就真没命了啊！疯子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，没本事你就别胡说八道。仙子，不要再打了，之前让你杀你都不杀，现在刀刀要命。哦，你是不是要嫁给那个姓汪的？不要我了！胡说，谁说我要嫁给他？哎，为什么不嫁他？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，一定是。是什么？是你找死！
朱铁桥，你回头吧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再打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要死大家一起死！你怎么这般歹毒？不歹毒，何以杀得了你？好，那贫僧也歹毒一回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来吧，你不想要命了吗？你舍不得杀我，以前没有杀，现在也不会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不会嫁给那个姓汪的。喜欢你有什么用？我们这辈子是敌人，下辈子也会是。不是，你喜欢我，这辈子是，下辈子也还是。我们永远都是敌人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傻小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一掌下去能要你的命！爹，您这掌真是厉害。干嘛要舍命去救一个敌人？只要他能回心转意，接你1000掌10000掌，我也愿意。你就是个疯子！是，我就是个疯子。疯子！哎，疯子！疯子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女子谢大侠不杀之恩，我愿意拜您为师傅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国家和百姓之事，希望大侠可以收我为徒弟。我从不收徒弟，你走吧。爹，你就收下他吧，他这也算是弃暗投明啊。是吗？怎么不是呢？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。他呀想拜爹您为师，那肯定是要跟着爹您学做好人呢。嘿，这你要是不收，这不是逼着他再成坏人吗？爹，你就收了他吧。啊，你就收了吧，求求你了。看来你不疯啊！一看爹您就是做善事，我自然就不疯了。好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。真的。弟子谢拜师傅。爹万岁！爹万岁！万岁！你这家伙太过歹毒，贫僧就破以为令，送你去西天极乐世界。师父饶命！小唐再也不敢做了。师父饶命啊！心如毒蝎，贫僧是不会饶你的。若师父能放过我，小唐从此以后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小唐已成伟人了，再也不做歹毒之事。师父，你就放过小唐一条生路吧。那你发个毒誓，以表你弃恶从善的决心。好，我发毒誓。我赌赌，今后再行凶作恶，不入善流，我就遭雷劈，打得我浑身骨头，疼痛而死。
贫僧就放你一回。你，这厮欺人太甚！贫僧若是放了你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在你面前。贫僧能放你，我佛也不能放你。师傅，刚才歹念又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住口！贫僧若是再相信你，那就是魔鬼附体。贫僧就照你发的毒誓，送你上西天。阿弥陀佛。银枪，我念你为人忠厚老实，我与你缠斗，只是想让你明白，我并非想杀你。可你为何如此冥顽不灵？银枪知道姑娘手下留情，可银枪不能违背师命。你师父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可他是我师父，你是他的徒弟，但你不是他的狗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银枪不能违背师命。为了九如法王的野心，你竟然让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于你的枪下，你于心何忍？银枪，我看你不坏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今后不再助纣为虐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。姑娘放心，银枪不会了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你走吧。银枪自知罪孽深重，万死难恕，还请姑娘杀了我吧。银枪不能违背师父，也不愿再做祸国殃民之事，还请姑娘给我一个痛快。既然如此，是生是死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是徒儿银枪啊！他要干什么？师父，徒儿无能，不能完成使命，徒儿对不住你啊！徒儿想求师父，不要再和这帮倭寇再祸害咱们的国家和百姓了。您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。不要再争什么武林至尊了，师父！师父，徒儿不能再跟您做错事了。您老人家好好保重。不！我们失败了，一郎、竹内、王元正，还有你的徒弟，他们全都死了。
朱铁桥，我一再对你手下留情，是因为我看在你爹和若贤的份上不杀你，你好自为之。你这是何苦呢？若仙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不好，我不让你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我就是死，也不想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，我的好哥哥。若仙，你原谅我，能死在你怀里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。若仙，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若仙，我已经替他止了血，你把他带回去，有我爹在，他死不了。完了，我要去稳住军心。飞元君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不是也承认已经失败了吗？可这些人差不多是我们的全部家当。如果杨树和那老道姑来了，我们还能赢吗？日本武士视死如归。哼，死了不就是一堆黄土吗？你抢了那么多金银财宝，谁花呀？正所谓，中国有一句俗话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江苏、福建还有我们的人占据那么多小岛，我们只要大笔一挥，就有了千军万马。何必要在这里头较真儿寻死路呢？我们只是他杀人的兵器，可是他对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疼爱。师兄，我们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，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的错事。我知道你忠厚，我现在已经背叛了师父。师兄，你一定会不高兴的，对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与师父为敌。我会为深爱着我的那个人好好活着，像你希望的那样，快乐和幸福下去。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陪在我心里一辈子。师兄，师兄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啊，师兄。
小荣，九如，你跑不了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么着急，想去哪儿啊？大哥，哎，你怎么样？杀了几个8个，嘿嘿嘿嘿，你杀几个？自己数啊！啊？哎，你识数吗？走了。撤。别动！师兄，若曦，赶紧走。
紧走。不，师兄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。若仙，好，要死一起死。不许留活口！他们已被我废除了武功，没有必要再杀生了。走。弟兄们，把这些倭寇的尸体给我抬进去。是。咱们的人来过，按照部署，咱们是最先来的小队。报告将军，全是一击致命，招式干脆利落，怀疑是武林高手所为。是他们？还有些倭寇被点了睡血，怀疑是假死。报，将军，倭寇在东边营库入网了。好，走。兄弟们，营库快抢啊！快点！快！一定是杨少侠他们被倭寇发现了。或许是扮成百姓和官兵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去看看。嗯，走。快！
你就是戚继光？不错，我就是戚继光。原来他就是爹爹让我找的戚继光将军。你没跑？这是我大明的土地，要跑的应该是你们这伙强盗。我之所以留下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大明的疆土岂能容你们这些倭寇随便践踏？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在你们大明朝，我可以随便的攻城略地，畅行无阻。那是因为我中原有几千年的文化，我们倡导和平，从不欺辱他国，不像你们这群倭寇，到处烧杀掠抢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杀光你们这帮倭寇，我戚继光绝不离开半步。戚继光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已立志保家卫国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你是个好汉，我喜欢你这样的好汉。如果你归顺我，你将成为统帅4万武士的副统帅。一群强盗乌合之众，还谈什么统帅？充其量也就是个强盗头子，跟我这个副参将比起来，你就是个盗贼。戚将军说的对，这就是个小毛贼。戚将军，先前在下多有误会，得罪了，还请戚将军多多海涵。共同抗倭，保家卫国，何罪之有？用戚将军您的话来说，这儿是我们大明的土地，该滚出去的人，应该是你们这帮倭寇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你等一会儿，我风少侠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杀光。刚才那些倭寇都是你们杀的？不会吧？都杀了好几百人了，你才知道？你呀，比我还呆。戚将军，我这小兄弟说话从来都口无遮拦。哎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这位方大侠快言快语，在下喜欢还来不及呢。你们不要再啰嗦了。这座城里都是我的人，你们插翅也难逃。该看看周围的人，我想应该是你吧。这儿是我们大明的土地，你这四周都是大明的子民，是你身在大明的包围之中。我劝你现在就乖乖的滚出去，免得一会儿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大明朝的人都是胆小鬼。哎呀，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看我一掌拍死他。今天我跟你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求之不得。你个小毛贼，有本事你下来呀！你看你爷爷我怎么收拾你这不学好的孙子！找死！把他们都给我杀光！杨博士，这个倭寇还是让我来收拾吧。你们先走，我跟大哥马上就到。啊！